这是你下月零花钱，咱俩今天额外猜球，你要猜对了给你点，猜错了下月零花钱全扣啊！看好。好了，哪个玩意有？赶吧。哪个玩意球？看好。行啊，给你点，咱再来啊。哪个玩意球？真行啊，一下就弄对了啊！这回呀，压仨碗，我看你还能不能猜对，一把决胜负啊！好了，哪个玩意有？瞅瞅啊！我去，你这是作弊了是吧？不能啊！我其实啊，就和你开个玩笑，别当真，钱我先保管呢。哎呀！给你，都是你的，钱都